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德山镇公所，为着要来推广着花园城市，甲这个科仔坑社区发展协会来合作，而这个科仔坑来种20公顷的花，这个花期将近2个月时间，为即摆开始一直到12月底，拢会当看到一大片真美丽的花海。德山镇公所今年和科仔坑社区发展协会合作。 伫农产的休耕期，种波斯菊、向日葵等等的花海，总共有20公顷，开甲真水。花期会当到12月底，民众拢会使来遮欣赏美丽花海。我们竹山镇的花海季已经开始了哦。那首先开场的就是我们竹山镇蚵仔坑的一个花海，非常漂亮，总共占地20公顷。 社区的农民希望民众拢会使伫休困日的时阵来遮欣赏花海，嘛会当伫社区来买在地的农产品。从那个新北市过来啊，来到这边哇，天气很好，然后又看到很多花海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棒，这个地方太赞了。透过公所的辅导，阁有社区的参与，才有遮尔水的花海。欢迎大家来德山买游一个特产，嘛会当来遮翕上美丽的相片。